呢係一個建築知識，今日同你講新屋嘅電車預備。如果你有架電車，或者將來你想買架電車，咁你間新屋知唔知要準備啲咩呢？今日我就會教你用一杯珍珠奶茶去記住，你要做好邊3樣嘢。做漏一樣，將來你想快叉電，就可能要拆牆掘地，重新拉線，成本分分鐘貴10倍。第一，升級你嘅插頭功率，最少16A，最好32A。你可以當16A、32A 呢啲插頭咧係珍珠奶茶嘅飲管尺寸，16A 咧係中飲管，32A 咧就係大飲管。咁你用32A 嘅飲管，等架電車飲飽或者叉飽電咧，係需要12個鐘頭。咁用16A 咧，咁可以叉滿一半，300公里左右。咁日常用咧都夠嘅。咁但係如果你用間屋嘅標準10A 插頭，就等於要叫你用支細飲管去飲珍珠奶茶。咁叉滿咧係要40個鐘，係好唔合理嘅。咁所以正常咧都要俾錢 upgrade。第二，一定要叫 builder 預拉一條車庫專用嘅插頭，因為一間屋裡面咧會有好多唔同嘅電器，例如洗衣機、乾衣機、熱水壺呢啲大功率嘅電器。如果同一條電線一齊用嘅話，就會好似條飲管多咗2個分支，有2個人一齊飲，咁自然你會飲慢咗。但係最大嘅問題係，普通嘅16A 插頭，如果你長期承受多過16A，即係例如32A 嘅大功率咧，係一定會跳掣嘅。個插頭會過熱，而條線仲有機會燒熔着火添，係極之唔安全嘅。第三，電箱，如果有條件，唔好淨係用 builder 標準嘅單上電，一定要做埋3上電。個原理係單上電你可以當佢係1支飲筒。3上電咧就係3支飲筒，1支飲筒就算你啜得再快，都唔會及得3支飲筒一齊吸咁快。所以同樣16A 用咗3上電，個速度就啱啱快咗3倍啦。咁8個鐘頭就可以叉滿你架車啦。我係墨爾本嘅建築顧問Don，記得 follow 我同 Say 仔條片，我會每日話俾你知更多嘅起屋知識。